曼谷夜蒲竟然變成行入鬼門關。曼谷宅道宅一間酒吧發生17年嚟最嚴重嘅奪命大火，到目前為止奪走最少32條人命，73人受傷，當中有22個仲搶救緊，情況危殆。中國駐泰國使館同香港入境處都向當地政府了解情況，暫時未收到有港人或者中國公民死傷嘅消息。事發喺上個禮拜日深夜11點幾，網上片段見到酒吧門口一開始冒出濃煙，大批人慌忙逃生，冇幾耐就噴出猛烈火舌。有生還者憶述，一開始聞到燶味，跟住就見到天花板起火，因為天花板懷疑用咗發泡膠做隔音，起火後不斷有火屎同碎片跌落嚟。最慘烈嘅係火頭由前面舞台燒起，並迅速蔓延，逼到大批顧客只能夠向後方嘅廚房同廁所退避，結果入咗掘頭路。消防員到場嗰陣，發現大部分遇難者都係喺酒吧後方洗手間入面，因為吸入濃煙窒息致死。現場慘不忍睹，點解死傷會咁慘重？泰國當局初步調查發現，除咗天花板、冷氣機、電線短路同隔音物料易燃之外，最致命嘅根本係人禍。總理阿努廷指出，現場完全冇清晰嘅緊急出口指示。最離譜嘅係，有官員查出其中一道走火門竟然俾人閂死咗，原因居然係怕啲客走數唔俾錢。另外一道通去外面嘅門就寫住職員使用，啲客根本唔知道推開就係生路，就連廚房附近個出口都俾一堆啤酒箱擋住逃生通道。為咗驚人走數而鎖死逃生門，就咁白白害死幾十人。大家放假去到呢啲唔熟悉嘅娛樂場所，真係唔好淨係顧住玩，入到去第一件事一定要望望個走火通道喺邊，危急關頭隨時就係呢幾秒鐘嘅意識決定生死。Techline 繼續同你踢進香港至 hot 話題，睇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。我哋需要你嘅支持，更需要你嘅消息。有料即爆 WhatsApp 報料熱線91060617。